Unbelievable！ 珠海華發商都棚呢一個發展商啊，簡直係黐咗線啊！送足30個平方米俾到你嘅現樓啊，竟然唔夠20萬，你就可以輕鬆做業主啦！128個平方做到豪裝嘅5房俾到你啊！門口單門口啊，仲送咗10幾個平方米俾到你，7.5個平方米嘅入戶花園可以擺低你想擺低嘅嘢，仲可以睇到景觀嘅呢個入戶花園啊，真係最靚嘅一個入戶花園啊！仲可以睇到一線嘅東南亞園林景觀。呢個電競房6個平方米又係贈送俾你啊！可以喺呢度打返一鋪遊戲，非常之 perfect。再翻嚟我哋嘅客廳睇下，成個客廳嘅開間，你中唔中意啊？叫成班朋友過嚟呢度搞 party 都係完全冇問題。客廳開間足去到6萬，餐客廳廚房一體化嘅設計啊！呢度滿足你10幾個人同時喺呢度用餐冇問題嘅。你屋企嘅廚房啊，都係幫你整好晒啦。雙開門嘅冰箱位，U 型嘅廚房帶埋一個轉腳嘅飄窗，都係全部交付標準。呢個煮飯仲可以呢度食啊！仲可以做到一個交流嘅一個效果啊，非常 OK 啊！成個嘅使用率都有去到接近100%，重點係呢度去到華發商都只需要揸車5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去得到啦。公用洗手間2間客房都係幫你準備好啦，非常之 OK 嘅。你可以睇得到嘅成套單位啊，冇一個地方係暗嘅，全部都非常之光猛。呢度又係贈送嘅面積啊！主人房包括呢啲櫃啊，主人房套間洗手間都係幫你準備好啦，5到20個就可以輕鬆做業主啦。現樓即買即住即交樓，返到香港、澳門都有業主嘅樓巴，而且咧去到南平華發商都僅需要5分鐘嘅車程，一個紅綠燈就可以去得到啦。返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以及廣北口岸都有巴士可以去得到。如果你自己揸車都係10零分鐘就可以去得到，樓下仲有羽毛球場啊、網球場啊、泳池啊，都係幫你配備好啦。感興趣嘅朋友評論區3條路，我係小亞，點個關注帶你睇樓。